有位成功企業家李先生曾經分享過自己創業之前一段影響佢人生好深嘅經歷。5年前，佢喺一間台資家具公司做銷售經理，因為做事勤力、肯用腦，老闆一直都好欣賞佢。有一次，公司進咗一套高級家具，標價20萬，但奇怪嘅係，放咗4個月都冇人買。終於有一日，一位客人一眼睇中，對方講價18萬賣唔買？其實李先生心裏好想成交，因為佢知道呢套家具再擺落去，只會越來越難賣。但問題係，老闆只俾咗佢1萬蚊議價權限，即係最多減到19萬。偏偏個客人態度非常堅持，18萬唔賣，我就唔買。李先生唔敢自己做決定，佢想打電話問老闆，但老闆偏偏出咗國，手機又關機。最後呢單生意就咁飛咗。2日後，老闆返公司，李先生以為自己守規矩應該冇問題，點知老闆反而有啲唔高興。老闆話：而家呢套家具已經好難賣，別說18萬，就算17萬，其實都應該賣。李先生心裏好委屈，因為佢一直覺得冇老闆批准，我唔敢做決定。之後，老闆叫佢開車去食飯。當日大霧，前面路幾乎睇唔清，李先生只能慢慢跟住前面架車尾燈行。突然，老闆問：你覺得大霧天點樣開車最安全？李先生答：跟住前面架車尾燈。老闆沉默咗一陣，再問一句：咁如果你自己就係頭車，你跟邊個尾燈？嗰一刻，李先生突然明白，原來老闆真正想教佢嘅唔係做生意技巧，而係人唔可以永遠依賴別人，因為人生好多關鍵時刻根本冇人會幫你做決定。真正厲害嘅人唔係永遠跟住別人行，而係即使冇人帶路，依然有能力自己判斷方向。後來，李先生開始學識獨立思考，冇幾耐，佢發現新市場機會，最後成功創業。而佢一直記住一句說話：只會跟尾燈行嘅人，永遠做唔到帶路嗰個。格局裏面曾經講過，一個人能承擔幾大責任，就代表佢有幾大格局。因為真正有格局嘅人，唔係等別人指方向，而係自己成為方向。